我后来听讲，迄场闹动是对大餐厅的表演舞台开始的。上起头，当反影号重新启蒙驶向原来的航道，船顶的游客随着用欢喜的心情聚集起来。尤其当有人听到军舰要来带路的风声，伫大餐厅出入的众人就更加放心啊。所以，当迄个穿 kimono 的日本姑娘上台唱歌的时，伊就得到完全无保留的扑克声咯。迄个歌女有长长的鹅卵面，面的水粉抹甲遐尼招匀，互面容变做一个白净的平面。两蕊目睭细阁幼秀，嘴唇光艳油润，红色的胭脂甘水随伊的歌声映出舞台灯光的色调，互伊的嘴唇甲两排白喙齿成做优雅活泼的生命体。台顶伴奏的是一位弹阿科里昂的老绅士，这位老绅士面尖尖，穿正式的西装，头顶一顶毛料的绅士帽，倒手是低音弹奏，正手是有谱的主旋律。虽然伊的面无表情，袂输一块石牌，衣服年岁的手袋仔，阁绕阁拢全是霍金。毋过，伊舞曲风格的演奏，随着互所有的人拢想要跟咧跳舞。歌女甚至唱迄首优美《o i s a k e 然后的后韵，一个手就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这首是台语的，就是梦对酒嘛。你嘛莫遐尼怂好无？人这歌本底就是日本歌，明明台语的，有袂少人对姑娘仔的歌声嗨起来。搁来迄首《哈那嘎扎多酒》，也就是台湾人的歌女的愿望走起来时，对咧唱的声就愈大声啊！一直到第三曲，迄首《哈基梅德诺修五》前奏拄则走起，就有一个坐伫头前道的老先生话讲：“好啊，快乐的出棚。”安尼，就伫老先生搁一遍用伊的舞曲风格演奏这首《哈基梅德诺修五》的时阵，大约规个大厅的台湾人就进入一个放肆合唱的极乐世界啊！啊，哦伊有那巴拉伊去千里，青色的海洋几千里。ここはどこなつ緑の島々よ。这是四季如夏，青色的群岛啊。パパヤイカオル南の島よ。有木瓜的香味，南方的岛屿啊。カモメカモメカモメの巣咧，海鸟，海鸟，规群的海鸟。みんなで愉快に行こうよ，大家欢喜向前行啦。敢讲毋是安尼？因用台语也是日语唱讲，海洋是查甫人该去的所在，海平线是希望的天呢。只是安怎嘛想袂到，这个极乐世界真紧就受到挑战，熊熊车跋柄。当因搁一遍大声做伙唱《卡莫梅卡莫梅》的时阵，熊熊一个足大汉的查甫人徛起来，话讲：“操你妈的！你们这群日本狗！”
伊的身躯边，一群狗群、狗党嘛对伊徛起来，几位服务生随行我来。莫安尼啦，只是唱歌嘛，大家拢共一只船的。坐头前的迄个老先生回头过来讲：“谁和你同一艘船？真是倒霉，竟然要听你们唱这些日本鬼子的歌。”您这么讲，就骂到我的父母亲了哦。再说，你们坐上这艘船，不就是要去日本玩的吗？那么讨厌日本，又为何要去日本玩呢？真想不通。迄个老先生安尼讲的时，汹涌徛起来，伊的外表平凡，甲平常时咱伫街仔路看到的乌日送无啥物无共。伊瘦，毋过骨骼阁保持真端正，穿笔扎的白底衫，甲海军蓝色西装裤。迄个海军蓝，互伊看到比伊同年岁的人少年。因一般是恬静的一群人，若无讲话时，会运行伫环境内底，无人会去注意到。伊的眼神平和，毋过坚定，目眉半闭啊，头毛染真深的乌。迄个乌，踮咧甲伊有淡薄仔妖魂的面，夹杂出一款有年岁的坚持。伊讲的是无毋对的。伊的爸母迄代必定是出世伫日本时代的台湾，是日本国民。KMT 来了后，迄代人经历过咱无法度体会的失望，因用尽办法，互家己甲囡仔以来藏伫伊身躯的日本文化、日本精神保持关系。平时啊，因甲共款受过日本教育的一代，用日语讲话，唱日语歌曲，写日语批甲俳句，看日本节目，照安尼来脱离 KMT 所带来的精神统治甲文字酷刑，一直到因离开这个世间。他妈的，老子要去哪儿玩？您管得着吗你？第一个破去的玻璃盒啊，就是即时，互迄个查甫人等落伫涂骹的。